大家不妨試論一個畫面，一個國家嘅最高領導人上任先至10個月嘅時間，腳步就踏遍咗全球。唔係出席固定嘅國際峰會，唔係例行嘅單次互訪，而係一場接一場，密集到近乎反常嘅獨立外訪，優先走訪美國為首嘅核心軍事盟友，再逐個連線東南亞各個重點國家，鋪開一張覆蓋整個印太區域嘅外交網絡。呢個頻率唔單止打破日本近幾屆首相嘅上任出訪紀錄，甚至喺整個西方主要國家政壇入面都極為少見，而做出呢一番高調操作嘅，就係舊年10月正式接任日本首相嘅高市早苗。好多人平時睇國際新聞，只會見到邊個首相出訪，邊個國家會面，發表邊份聯合聲明，睇落好似都係例行公事，走個流程，拆個。但如果將高市早苗呢10個月所有嘅外訪路線、會面對象、談判重點逐條拼湊起身，你就會發現呢一連串看似零散嘅出訪根本就唔係隨意安排，每一程路程、每一次會晤、每一場外交互動都有極為精準、極為明確嘅戰略目標。日本本土多家主流媒體近期亦都集中解讀咗呢一波密集外交風暴。佢哋嘅結論非常直白，甚至可以講係毫不遮掩。高市早苗四處結盟，四處鞏固雙邊關係，最核心、最直接、最底層嘅目的就係針對中日之間越演越烈嘅輿論爭議、戰略分歧，應對來自中方各個層面嘅批評同壓力。可能好多街坊會覺得奇怪，國際外交講求嘅平等互惠、獨立自主。點解一個主權國家嘅首相會專門為咗應對另一個國家嘅聲音，不惜耗費大量時間、人力、財力，環遊世界，四處拉攏盟友莊？如果換轉係你坐喺日本首相嘅位置，面對鄰國持續嘅輿論質疑、戰略制衡、國際話語權壓縮，你又會選擇靜觀其變、低調韜光養晦，定係主動出擊、四處結盟，搭建屬於自己？要睇透呢場極度反常嘅密集外交，我哋首先要擺反當下真實嘅區域格局，睇清高市早苗上台之後日本面臨嘅真實處。自從舊年秋天高市早苗正式組建內閣以來，中日兩國嘅互動氛圍明顯同前幾年有咗好大嘅分別。過往雙方就算有歷史爭議、海域分歧、經貿摩擦，大多數時候都會保持台面嘅克制，透過雙邊對話慢慢協調。輿論層面嘅爭吵亦都但隨住日本不斷推進軍事鬆綁，持續強化域外作戰能力，深度綁定美國印太戰略，頻繁介入區域事務，中方對於日本軍國主義復甦、區域攪局行為嘅警惕同批評變得越來越直接、越來越頻繁、越來越立體，唔再局限於單純嘅外交部回應，而係覆蓋歷史、輿論、軍事安全、經貿合作、區域規則、國際話語權多個維度，層次更細、力度更強，覆蓋對於普通國家嚟講，正常嘅外交摩擦、輿論爭議其實好常見，根本唔值得首相親自跑遍11個國家。但日本嘅尷尬地位，恰恰就在於佢係一個地理位置、歷史定位、軍事體制都極為特殊嘅國家。二戰戰敗國嘅身份，令日本永遠背住歷史原罪同國際束縛，軍事上唔具備完整嘅自主防禦體系，安全高度依賴美國同盟體系，區域內又長期面對中韓兩國嘅歷史質疑，在地緣政治上面其實一直處於被包圍、被制衡嘅被動狀態。而高市早苗本身嘅政治屬性，更加放大咗呢一份被動。作為日本政壇極為鮮明嘅右翼保守派代表人物，高市早苗向來立場強硬，對歷史問題、軍事擴張、聯美外交嘅態度，比前幾任首相更加激。佢上台之後，不單止延續咗日本強化美日同盟、擴充軍備、參與四方安全對話嘅路線，仲多次喺公開場合觸碰敏感歷史議題，強調日本嘅所謂國家正常化。呢一連串動作，自然令中方嘅警戒線進一步拉高，輿論批評嘅聲浪亦都隨之升溫。呢個就係日本官方同媒體最真實嘅心態。喺日方角度睇，近期來自中方嘅各類聲音已經唔單止係簡單嘅外交提醒，而係全方位嘅戰。如果日本坐視不理，不作任何反制，長期落嚟
就會陷入單方面被輿論定義、被區域孤立、被國際規則制衡嘅局面。國家嘅外交空間、戰略靈活性、國際形象都會持續受損。正正係因為面對呢種步步緊迫嘅外部環境，高市早苗先會一改往年日本首相穩重低調嘅外交節奏，選擇極為激進、極為高頻嘅出訪策略，用最短嘅時間搭建起最密嘅盟友。我哋可以分3個層次慢慢拆解呢一場瘋狂外訪背後嘅真實算盤。首先係最表面、最直白嘅官方邏輯。喺日本政府嘅公開表述入面，呢11國外訪行程全部都係常規友好外交，目的只係鞏固傳統盟友關係，深化經貿合作，暢通區域溝通，維持印太地區嘅穩定繁榮。日方對外一直強調，日本所有嘅外交佈局都係為咗守護自由開放嘅印太秩序，唔針對任何特定國家，唔參與對抗博弈，只係單純嘅多邊。呢一套說法，亦是西方盟友體系最標準、最通用嘅外交話術，聽落四平八穩，毫無破綻，完全符合國際外交嘅禮貌。但只要我哋對照反高市早苗所有外訪嘅國家名單，就會發現官方表述同真實佈局存在極大嘅。呢11個出訪國家幾乎完全分為2大陣營。第一個陣營係以美國為絕對核心嘅西方軍事盟友，全部係同日本共享安全機制、情報體系、軍事合作嘅核心夥伴。第二個陣營就係東南亞地區所有立場親美、理念相近、對中國崛起存有戒心嘅重點國家。呢份名單完全避開咗同中國關係緊密、中立務實嘅國家，精準挑選理念一致、立場相近，可以形成聯合聲量嘅合作。換句話講，呢場外訪根本唔係隨機嘅全球交流，而係一次精準篩選、定向結盟、分層鞏固嘅戰略佈局。睇完官方嘅台面說法，我哋再走入第2層，睇下日本民間同街坊最真實嘅感受。對於普通日本民眾嚟講，高市早苗上任之後嘅外交風格其實帶來咗好大嘅爭議。一方面，好多右翼支持者、保守派選民非常認同呢種強硬主動嘅外交姿態。喺佢哋眼中，日本過往太過溫和、太過克制、太過被動，面對鄰國嘅輿論壓力只會忍讓，導致日本嘅國際聲勢越來越低，外交主動權不。而高市早苗4處出訪、4處結盟，高調亮相國際舞台，正好重塑咗日本強勢、獨立、有影響力嘅大國形象，能夠為日本爭取更多國際話語權，擺脫被動挨批。但另一方面，日本大量中間選民、學者、媒體人對呢種瘋狂外訪模式衝。好多民調同輿論分析都提到，頻繁嘅跨國出訪需要耗費巨額嘅納稅人資金，首相長期不在國內，國內民生經濟社會問題堆積如山，卻無人處理。更加重要嘅係呢種刻意拉幫結派、針對性極強嘅外交，只會不斷加劇東北亞嘅對立氛圍，令中日之間矛盾越來越難化解，最後反而會反噬日本自身嘅經貿利益同區域。好多日本民眾都會疑惑，究竟國家外交目的係為咗對抗鄰國爭一時嘅氣勢，定係為咗穩定環境、發展經濟、保障百姓安穩生活？呢個疑問其實亦都係成個東北亞格局最核心嘅矛盾點。跟住我哋再深入第3層，睇下大多數人忽略但係最為關鍵嘅深層背景同隱藏利益。高市早苗之所以不惜代價密集出訪11國，除咗應對眼前嘅輿論批評，仲有2個極為長遠嘅戰略算盤。第一個算盤係搶奪東南亞嘅話語權同影響。長期以來，東南亞10國係中國最重要嘅周邊合作板塊，無論經貿往來、基礎建設、區域合作、人民交流，中國同東盟嘅綁定深度都遠遠超過。而美國、日本最擔心嘅就係東南亞徹底形成以中國為核心嘅區域秩序，令西方勢力慢慢被邊緣化。所以高市早苗今次重點出訪東南亞志同道合國家，本質上就係挖局、分流、制衡，透過深化雙邊安全同經貿合作，弱化中國喺東盟嘅獨佔影響力，拉攏更多東南亞國家站入美日陣營。第2個深層算盤就係為日本軍事正常化鋪路。日本想要徹底擺脫二戰束縛，
實現國家正常化，擴大域外軍事存在，出口軍備裝備。單靠美國支持遠遠唔夠，必須有大量區域國家嘅過往一年嘅密集外訪，高市早苗不單止同各國強化外交關係，更加悄悄推進情報共享、軍演合作、裝備出口、國防工業聯合研發。呢啲隱性進展遠比台面嘅友好聲明，而應對中方嘅輿論批評，只係呢一連串佈局最表面、最容易被公眾理解嘅藉口而已。講到呢度，好多人可能會問：明知對抗只會加劇矛盾，點解高市早苗仍然執意走呢條結盟對抗嘅路線，完全唔願意回到對話溝通嘅軌道？其實對於高市早苗嘅政治團隊嚟講，佢哋面臨嘅仲有極大嘅國內政治壓。作為右翼內閣，佢哋嘅核心基本盤就係日本保守派選民。呢一批選民最反感嘅就是日本對外軟弱、對華退。如果高市早苗面對中方嘅批評，選擇低調、選擇克制、選擇對話，好容易就會被國內輿論質疑軟弱無能、背叛立場，直接動搖內閣嘅執政根基。換句話講，呢一場高調外訪、四處結盟，某程度上亦都係高市早苗嘅自保動作，既要對外搭建安全網，亦要對內交代保守派基本。但世事永遠有正反兩面。刻意結盟對抗嘅代價，亦都慢慢。雖然日本短期內拉攏咗更多盟友，擴大咗國際聲勢，但亦都令中日關係嘅緩和空間進一步壓縮，雙方嘅戰略互信持續走低。區域內越來越多國家開始意識到，日本頻繁搞局、拉幫結派、製造對立，只會破壞東北亞幾十年嚟穩定發展嘅大好局面。更加現實嘅問題係，所有盟友關係、安全保障、國際支持，最終都需要日本付出經濟代價、戰略讓步、利益妥協去。長期依賴美國綁定西方對抗鄰國，究竟係真實提升日本嘅國家安全，定係將日本綁上大國博弈嘅戰車，失去自身嘅外交獨立？呢個問題冇人可以即刻給出標準答案，但絕對值得每一個關心國際局勢嘅人靜。其實回望過往幾十年嘅東北亞格局，和平穩定、互利共贏，先係區域發展。所有透過拉幫結派、製造敵人、對抗博弈換取嘅短期聲勢，最終往往都會反噬自身。高市早苗呢10個月跑遍11國嘅外交狂潮，睇落熱鬧非凡、聲勢浩大，實質暗藏極多不穩定嘅。未來隨住佢嘅外交佈局持續推進，中日嘅博弈會走向更加對立嘅局面，定係會出現新嘅緩和？而東南亞國家最終會選擇獨立務實嘅中立路線，定係徹底倒向美日嘅對抗陣營？